到泰国的水上市场，除了品尝在地美味，想要更贴近当地生活，小赖哥极力推荐我搭船游河，不但可以尽览水上风光，也能够感受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。只不过来到泰国，很多人都会说，一定得要做好防晒工作。为了唔让你挑腮，我可是准备了一大堆的防晒用品，但我很幸运遇到很舒服的天气。我本来以为泰国的日头会很晒，然后很大因为现在是雨季的关系，所以说比较会下雨。那昨天晚上刚好有下了一场大雨，所以今天会比较阴一点，比较没有太阳，太阳比较弱。对啊，很舒服这种天气很舒服。小赖哥说，这种舒服的天气最适合游河了。搭着小船，我们要开始水上之旅了。只是今天的河水不太一样，水位特别高，连一旁的店家都进水，很多店家还因此无法做生意，观光客也得要涉水而行，而这也是有原因的。它的水位今年的水位特别的高，高到比贫穷还不高。对啊，我看都已经到很多餐厅了。有很多地方它是重建的，所以都比较高。他知道每年都会泛滥，就会满上去。是雨季的关系。雨季一定是雨季过后才会这个样子的。微风徐徐，大雨过后，暑气全消。你挑下山，乘着小船，欣赏夕阳余晖映照河面，格外浪漫，而且还可以让你挑腮。特别的是，白天跟黑夜在泰国也有完全不同的氛围，美不胜收的夜幕更令人流连忘返。如果真的害怕毒辣辣的日头，当地的民众也建议，其实可以等到太阳下山后再去逛逛夜市，因为夜市有南洋风情的手作艺品、民俗风的小物，而这些都让观光客忍不住掏腰包。泰国的一景一物都值得再三回味。蔚蓝天空闪耀异国风情，夜幕低垂更显浪漫氛围。盛夏季节是一种美，大雨过后别有风情。这个时节也适合旅游，因为让你挑腮。